安全咱的心来准备今仔日的敬拜。恁着尊重耶和华咱的上帝，伊伫圣山对拜，因为咱的上帝耶和华是至善。即点咱三角来念圣诗，圣诗第262首，圣诗262首，来敬拜主，来敬拜主，来敬拜主。世间永无人通甲耶稣相比，世间永无人通甲耶稣相比，世间永无人通甲耶稣相比。咱念总共念5节，今日三角来念。
咱三个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使徒圣经里圣诗头前的13页，咱齐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建十字架死，埋葬到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阿坐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下面咱三个来启用，启用文第10篇，这是记载的诗篇27篇。启用文第10篇，诗篇27篇。现在咱三个来交通。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分食我。虽然大军占营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甲我藏伫石棺顶。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救的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挑战你。求你毋通收去赶你的萝卜。你一直是我的帮山，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毋通负责我、放杀我。我的父母若气杀我，上主若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因为你一直等待，求你带我行平坦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因为你用金钱交我。我深信一项事。要我的日，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着信靠上主。着勇敢壮胆。着信靠上主。现在咱三个暗头来祈祷。亲爱甲温柔的天父，阮搁一摆感谢你，因为你捌顺你的手创造天地，在你无有正恶情的事，你的计划有大本事，行出件代志后大全能。主，我看见世间人一切的所做，亲像你早日。你引传你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今仔日你也要用你新约、医治、甲大官能的手，带阮行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困境。这时，你的百姓就集伫你的殿院内底，阮同心来敬拜你。万官能的主，万官能的王，你特别一切的尊严。甲恶乐，因为以马内利的上帝已经甲阮同在。你临在伫病房、房舍、甲防疫旅馆、甲奉你的名组织伫各所在的人，伫阮最暗的后面，你认捌你的儿女，接纳阮
每一个人的心灵甲情绪的敬拜。你要行做阮的医治、安慰、甲快乐，像是阮有属天的眼光，赢过现在所有拄着的艰难。你写做宝血，互阮成做新创造的人，亲爱的主啊，因为安尼，阮的心快乐，灵就跳，要欢欢喜喜高举你的名。阮也要恳求你的圣神，常常甲阮同在，互阮会当搁较济济来倚靠你，互阮会当搁较济济，互阮会当搁较济来彼此代祷。主啊，天气也渐渐变化，要进入寒冷的、甲时常落雨的天气。求主你继续看顾阮，互阮有勇健的身体。也恳求你来继续看顾甲保守，因为身体病痛的兄弟，你医治因的病痛，互因的身躯会当恢复健康。阮也要感谢你，听阮有声甲无声的祈祷。阮搁一摆把今日的敬拜，恭恭敬敬交入你的手中，互阮用谦卑的心，透过牧者的讲道来领受你的教训。互阮一群人，无论是听的还是讲的，拢会当同受利益，同受祝福，互平安常常甲阮同在。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下面圣歌队来站立。Last night I lay a-sleeping, there came a dream so fair. I stood in New Jerusalem, beside the temple there. I heard the children singing, and never heard they said, methought the voice of angels from heaven answered, methought the voice of angels from heaven answered. Jerusalem, Jerusalem, lift up your gates and sing, 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to your King. And land is on my dream, but chance the streets no longer ran. Hush for the grand hosannas, the little children said. The sun through the mystery, the moon was cold and chill. The shadow of a cross arose upon a lonely hill. The shadow of a cross arose upon a lonely hill. Jerusalem, Jerusalem, hark how the angels sing, 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to your King.
once again the scene was changed, new worlds there seemed to be. I saw the holy city beside the tideless sea. The light of God was on its streets, the gates were open wide, and all who might enter, and no one was denied. No need of moon nor stars by night, or sun to shine by day. It was the new Jerusalem that on our face away. It was the new Jerusalem that on our face away. Jerusalem, Jerusalem, sing for the night is o'er. 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evermore. 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forevermore.下面咱要来讲授上帝话，咱来看经在记载的新约马可福音第10章46节到52节。马可福音第10章46节到52节。白话汉语本记载的新约后壁53页，中文译本75页，和合本63页。马可福音第1章46节到52节。现着我来读。因到耶利哥，耶稣甲伊的学生甲大群人出耶利哥的时，有底买的囝巴底买，就是目睭，就是青眉做乞食的，坐伫路边，已经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就吼叫讲，在这个后夜。耶稣可怜我，一个人责备伊，甲伊静静。若是伊约发大声吼叫讲，在这个后夜，可怜我。耶稣停骹讲，叫伊来，就叫青眉人甲伊讲，按你的心起来，伊在叫伊啊。伊就放下伊的衫，跳起来，去就近耶稣。耶稣因伊讲。爱我甲你做啥物？青眉人甲伊讲：老伯尼，我爱得到看见。耶稣甲伊讲：去啊，你的信有救你啊！伊连你得到看见，就着努力对耶稣以上。咱个牧师要讲的题目是当耶稣来时，咱请牧师。咱同齐压头来祈祷。向我宝贝上帝，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会当来到你的面头前来听你的话，恳求圣神甲阮伫地，互阮的心静静，互阮的灵甲你结连。
互阮知影，阮所听的是对你遐来的，是你甲阮讲话。互阮用阮的心，用阮的灵来领受，来听。毋是用阮的目睭来看是啥物人伫讲，的确是完全伫你的面头前来听你的声，互阮的性命对你遐来得到好，得到完全。互阮用安尼来亲近你，来敬拜你。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耶稣医好失眠的人。伫马可福音有2个所在讲到耶稣医治失眠的人，一个是伫耶稣伫讲伊要受难之前，一个就是伫即个所在，讲第3摆伊要受难以后，即2个耶稣医治失眠人的代志，中间发生几件代志。有耶稣对伊的学生的讲话，因带教示因，啥物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国旨意的是有需要的人，人目睭所看见的，心所要求的，的确甲上帝爱的距离远远。耶稣爱伊的学生看见上帝爱因看。对耶稣问伊的学生讲：“恁讲我是啥？”进前问讲，别人讲我是啥开始，伊甲身份诚做一个确定。恁所知影，恁所跟地的是啥物人？是啥物身份？安尼恁才会当得了完全，用真正学生、上帝百姓、上帝囝儿的身份来跟地，来遵从上帝的旨意。接落来就是耶稣伫山顶变相，互伊的学生看见，毋是拢总的学生拢会当看见，是上帝所拣选的。落山以后，看见耶稣的学生用耶稣所互因的权柄来赶鬼，总是无法度赶出去。耶稣甲因讲，安尼鬼爱用禁食祈祷才有法度，来教示因的学生，要用权柄，爱付代价。接落来，学生中间伫争论，啥物人才是大个？耶稣爱因看面仔，互因知影伫上帝国内面，啥物位、啥物身份，伫上帝眼中才是迄个至悬、至好的、至重要的、至尊贵的。是甲人所想的无同，人的目睭所看的，甲上帝爱人的目睭所看的是无共款的。
亲像囡仔共款，单纯有需要，会讨，会欢喜。刷落来，是迄个好业的人要来求永远活。圣经互咱看见，迄个人，伊的面忧愁，伊的心的确嘛是忧愁、忧闷啊，无法度。耶稣互人看见，人伫无法度的时，承认家己的无法度，救恩就伫上帝遐。在人是无法度，在上帝。所以对遮来看见，爱挖苦，爱放屎，爱看见家己的无，才有法度完全的分地。当人耶稣的学生伫追求要坐伫迄个至好的位的时，耶稣互伊的学生知影，迄个位人的目睭所看见的阳光是上帝。讲了才有准绳。游园嘛是共款，爱付代价，就是你付了代价，嘛无一定会当坐伫迄个你想要坐的位。所有的一切，伫上帝的旨意。所有的权伫上帝，所有的经过，所有的拄着的代志，所有面对的人，人的确毋是用世间的标准来看。安尼来看，咱知其实有当时啊，咱伫讲青眉的人，比目睭看会到的人，看了佫较明。目睭看会到的人，看的，甲迄个目睭无看见的人，伊的心的感受，定定无相共，无够灵敏。这两个耶稣所医治的青眉人，放伫耶稣甲伊的学生所教示的教训、上帝国、上帝的旨意、世间的标准，正做一个过程。你是知影家己看袂清楚、看袂明，承认家己亲像青眉的人，受了耶稣的引带教训，明白上帝的旨意了后，伫上帝遐来得到看清清楚楚，嘛知影路要安怎行。这个医治了后，耶稣入耶路撒冷，开始伊的受难的路。救恩，上帝备办耶稣来，互人会当得到救，脱离罪，脱离迄个无法度，脱离迄个歹的，互人对黑暗中间看见光明。这是上帝的备办，这是救恩。当耶稣来的时，咱看见这个青眉人，
伊听见来的人是拿撒勒人耶稣，伊就大声喊，嗷叫。迄毋是细细声，是大声，是用喊的，是嗷叫，是用性命来喊话。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囝耶稣啊，你就怜悯我，你就怜悯我。这是对一个人，伊对伊现在所面对的苦、中间，伊听见人讲，对耶稣遐会当得到医治，伊对遮听见耶稣来啊，伊喊话，伊掠迄个机会，圣经甲咱讲，当伊喊话的时阵，发生一件代志，什么代志？军队耶稣一路来的人，侪甲责备，甲阻挡，叫伊恬恬静静，毋好出声。巴底买，这个人，伊无因为人甲责备，伊搁较大声，喊：耶稣啊，大卫的囝，弥赛亚，怜悯我。这个声大甲，互耶稣听见，耶稣听见，耶稣停落来，伊吩咐跟缀伊的人，去甲这个喊话的人带回来。耶稣听见的迄个怜悯我的声，毋是细细声，毋是伫心肝内面，毋知影你会当听见无？毋是，耶稣所听到的是迄个，你就来怜悯我，大声喊甲互众人来阻挡、责备，又搁无顾。犹原想要得到怜悯的迄个声，耶稣听见这个声，听见这个人想要离开伊的苦，想要离开迄个黑暗。这是上帝听见人的心，听见人的声，得求怜悯的声。上帝备办的救恩，耶稣经过，就伫遐。一个爱怜悯，一个会当施恩怜悯，这个是好调。耶稣来。是为着遮个喊话，是为着遮个需要，是为着要救人，对痛苦的中间，对黑暗的中间出光明，脱离罪的捆绑。这是耶稣来的时要做的代志。总是有一群人跟缀耶稣要看新业，搁反倒转来阻挡，叫人无喊话，叫这个有需要怜悯的人毋通喊话，你就恬恬。若是有一个人
身体你痛苦，伊讲足疼的，足疼的，你甲讲毋好嗨，点点，偌尔啊残忍。若是咱家己，你疼的时阵，听着人安尼讲，咱的心会完全无望生气，也是想讲好啦，无我来卖话。即个人，伊的苦，伊的黑暗，伊的疼，超过人会阻挡。伊就是叫我点点，我嘛是要画，因为我知影我想要啥物，我知影即马伫我面头前的行过去的，迄个是啥物人，我知影我要对耶稣遐求怜悯、求医治，啥物人拢袂当甲我阻挡，因为我就是要得到救。这个耶稣讲是信心。因为你的信救你啦，你就转去。耶稣来的是施恩、怜悯、医治、赶鬼、教训，最是人主动来到伊的面头前来求讨耶稣互伊。总是耶稣，毋是定一个所在，伊是四界行，行去有需要的人的附近，乡下、街路、伫圣殿，所有需要的人拢会当看见耶稣伫遮，因拢会当有机会。就是安尼，耶稣又原要问你要爱我为你做啥物？你要爱我为你做啥物？耶稣来就是要救人，总是伊问，看你有真正有需要无？毋是硬要互你，毋是，嘛毋是，看见你安尼，伫你还未开喙的时阵。就讲，伊伫遐总是问你敢有真正爱？你敢要爱？即个人讲我的主拉本老师，总是伫原文内面较侪是正做我的主。我的主，我也要看见。伫原文内面，伊是讲我阁要看见，我阁要看见，表示即个人真正是会当看见，后来无法度看。即马我讲，伊讲我阁要看见，我要恢复我的视力，我要看了，会当明，会当清楚。耶稣甲伊的学生的过程。斗阵、教训，定就是爱伊的学生，搁看见，搁清楚、明白。人常常会用律法、误解、误会上帝旨意、上帝的听。亲像有人来问耶稣。人会当离婚也是袂当，讲摩西所吩咐的律法是会当。人定用家己的角度、想法来解说上帝的旨意，嘛互家己有空间会当犯罪。耶稣爱人去面对的是真正的家己。你真正知影你要爱啥物吗？你真正知影你家己的身份吗？你真正知影
你一定爱得到迄个吗？你敢知影？你想要爱，若是爱付代价，你敢有愿意？上帝的救恩有人的需要，有军队的人，有相信的人。总是咱看见这个过程，彼得责备，彼得骂耶稣，你毋通去，毋好去死。看起来是为着耶稣好。当囡仔要来得到耶稣的祝福，耶稣的学生嘛甲因责备，毋通来乱。耶稣有介重的代志要做。当这个青眉的人伊求怜悯的时，这个军队耶稣的人嘛甲讲，点嘛甲责备。这会出喙责备的，拢总是军队耶稣的人，拢是叫是家己知影家己咧做啥物的人，总是因所做的，真做一个亲像青眉的人同款，互人无法度真正来到上帝面头前得到救恩。耶稣一摆搁一摆伫教训，一摆一摆伫解说，一摆一摆伫讲。伊爱伊的学生，伊爱军队伊的人，毋通去阻挡别人得到怜悯，爱去传，爱去讲。毋是叫人点。这个巴底买伊啥哪会知影耶稣来咧？因为有人伫讲啊，有人讲耶稣来啊，耶稣来啊，爱有人讲，才会有人听见。福音游园是安尼，爱有人传，有人讲，才会有人听见。听见的人伫求救的时阵，讲的人、军队的人所爱付的，就是甲因引带到上帝面头前来得到怜悯，毋是甲因阻挡。有当时啊，咱军队耶稣，军队咱的上帝，军队到会阻挡别人来到上帝面头前来领受怜悯，有缘毋知影。有缘毋知影，亲像彼得共款，叫是安尼是好的。亲像耶稣的学生阻挡囡仔来得到祝福，叫是安尼是好的。亲像这群人，有人叫这个青眉的人毋通话爱点，毋通沿牵着耶稣伫行路是好的。耶稣来的时，伊互人看见上帝的救恩是要互有需要的人。耶稣搁要来，是定时搁要来。耶稣伊讲：我去是要为着恁平凡所在，我搁要来接你。这个时是啥物时？无人知，只有上帝知。只有上帝的吩咐，上帝的时。总是当耶稣过来的时，伊要做啥物咧？伊要来修行啊！伊要来看属伫上帝的百姓是啥物人？是啥物人？有偌济人有引带
其他的人来到上帝面头前，来到耶稣的面头前来迎接伊，嘛来看有啥物人阻挡其他的人来得到祝福。讲较简单，叫做审判。其实耶稣是来修行。爱修行，爱准备，果子也好，稻仔也好，爱准备迄个工，爱有迄个过程。当拢修行了后，爱做啥物？感恩的做，爱献礼物。诚济我知影遮的，拢总是对上帝遐赏赐我的。若毋是上帝赏赐，一切拢是空空。耶稣搁来时，要看，还阁有偌济人还袂得到救。要来看，啥物人是伊的人？啥物人搁伫迄条路伫耕地？啥物人已经离开？咱讲是耶稣搁来时，总是，亲爱兄弟姊妹，恁敢知影？当耶稣搁来的时，咱每一个人定时会当看见耶稣来。当你听见福音，当你应答，当你求救，当上帝回答，当你受洗礼的时，耶稣来到你的生命中间，迄是救恩。头一摆的来，第二摆的来是啥物事？来接你转去天顶所住的所在。结婚的时，礼拜的时，个别礼拜的时，囡仔要做兵的时，囡仔出生的时，有人破病的时，这拢是耶稣来的时。咱敢有互人看见耶稣来到伊的生命，来到咱的生活内面？疫情的期间，耶稣敢有来？当耶稣伫讲上尾日的时，有人伫厝内面，两个一个都无去。有人伫田的，一个就无去。咱所想的是是迄个互留落来的，也是去天顶的迄个？当耶稣搁来的时，毋是圣诞节的时，总是受难圣诞节，拢是咱会当甲人讲耶稣来的时。耶稣来救恩，耶稣来互人的毋望，耶稣来会欢喜。咱来做礼拜，毋若是只是要来做礼拜，是着爱来礼拜。咱感恩的是，毋是我就甲感恩节献上就好，是我着爱感恩。着爱安尼做，甲只是要做了就好，迄是无共款。咱的心来到上帝面头前听伊的话时，是只是要来听看卖啊，上帝要甲我讲啥，还是我着要来听上帝要来甲我讲啥？你所得到的，你所听见的就无共。
有一个查某囡仔，伊讲，伊身躯边足侪基督徒的朋友，总是无人甲传过福音，嘛无人甲邀请伊去教会，圣诞节嘛无，感恩节嘛无，教会有啥物活动嘛拢无邀请伊去。伊甲伊遮个基督徒朋友斗阵食饭的时，嘛无看过因讲稍等一下，我来祈祷一下，嘛无。总是遮个人甲伊讲，因是基督徒，因有去教会。即个查某囡仔伊讲，若是伫我失恋的时，有人来甲我讲，我来为着你祈祷，我带你来去教会。可能迄个时，伊会相信，总是活到30几岁，无人，伊的基督徒朋友无人甲邀请，无人伫伊上需要的时甲讲，耶稣会当为伊做啥物？伊的男朋友嘛是一个基督徒，有一天伊甲问讲，你啥那无传福音互我？伊甲回答讲，我感觉你无需要，我感觉你过了介好、介平安，嘛介顺利，我感觉你无需要，所以我无传。遮个其实咱有当时啊定定伫做，咱无亲像圣经所记载迄个责备、阻挡。总是有当时啊，咱会无勇敢，咱会判断认为伊即个是无需要，也是我毋敢的时，迄个其实就是互人无法度看见耶稣来伫伊的生命中间的时。咱阁毋望耶稣阁来，伫遮咱看见耶稣所引出的。互即群人安那去叫巴底买来，去叫伊来。耶稣做一个足好的模范，恁爱去叫伊来到我的面头前。咱爱去传，爱去叫。当咱知影有人有需要的时，当咱知影有人毋捌主耶稣的时，当咱伫教会内面伫快活的时，当咱伫庆祝的时，当咱摕着圣诞糕食了足欢喜的时，当咱摕着迄个搁偌济卵食了足欢喜的时，咱遐个物件应该是咱的巴肚也是爱去传。接落来11月开始要准备感恩的节期。大降节，耶稣会过来。即个准备的时，咱的心敢真正有准备好啊？巴底买伊会喊话，咱的心敢嘛有安尼喊话过？当咱伫祈祷的时阵，是一摆两摆就丧失迄个信心，也是真正是相信上帝听见。是讲，反正我讲较济摆，上帝嘛无一定会互我，啊无嘛也好。到底是对一种呢？咱家己敢有阻挡咱家己，互上帝、互耶稣来到咱的生活内面？咱敢有想过这件代志会当先祈祷，还是先来敲电话敲看卖会当安怎做？是对一个先呢？聚会嘛是共款，礼拜嘛是共款。当爱选择的时，咱亲像迄个好业的人，咱的手头啥物拢有，啥物拢有，总是无法度放来。去领受，去掠迄个上好的，就是耶稣嘛问讲，
你爱我为你做啥物？亲爱兄弟，你爱耶稣为你做啥物？你爱耶稣为着你身躯边的人做啥物？你敢有听见身躯边的人？你敢有听见你的厝边伫喊话？耶稣的受苦，耶稣的来，是为着要互人。咱敢有得到？咱敢有分地？当这个青眉人伊看会到的时阵，伊所做的代志是啥物？耶稣讲：你会当转去啊！你的信心救你咯。总是这个人亲像互耶稣呼召的学生共款，归路地。这是呼召。这个呼召是主动，我需要主，主讲好，你来。咱敢有相信上帝的罗卜是有经过呼召的过程？你敢有相信你的信主是有经过呼召的过程？是耶稣讲你来跟缀我安尼，也是亲像巴底买讲，我求你来怜悯我，主啊，我的主，求你来怜悯我，是对一种的呼召，对一种的跟缀。对遮咱知影，不管是对一种，耶稣拢收，伊有伊呼召的人来做学生，总是嘛有伊的要求。伊有回应迄个有需要的人，总是伊嘛是会吩咐。咱敢有会当亲像这个青眉的人，佫会当看见的时阵，佫看见的时，看了清楚的时，会当归路缀耶稣。伫这个世间的这条路，人生的这条路顶面，归路缀，缀了无离开。耶稣佫要来。人临终的时，要死之前，咱常常听有人讲，我有看见光，我知影要来接我。咱有当时嘛欣赏，有人讲伊看见耶稣来甲接。你敢有相信？当你当我死的迄时，耶稣来甲咱接。耶稣搁来的时，人的一生，你会当拄着耶稣来伫你的生命几摆？当你每一摆你求怜悯的时，耶稣就来，耶稣伊就来怜悯你。咱身躯边的人，咱的厝边嘛是共款。当因有需要的时阵，耶稣嘛会来到因的生命中间，总是咱毋通甲阻挡，咱爱引带伊到耶稣的面头前，咱爱引带。啥人会听见？爱有人传，爱有人传。多年，做礼拜。听上帝话，咱伫遮有几个人？一个家庭有几个人？咱遮若20个，一个人带一个，就40个。40个人，若是搁带一个，偌济？哪会惊无人？伫有需要的所在，甲迄个人的喊话听入去，
带伊去到耶稣的面头前，互耶稣来到伊的性命中间，互伊知影耶稣来是为着伊，毋那是为着我。咱同齐压头来祈祷。阮的主怜悯阮，当阮无勇气的时，当阮手放冷的时，当阮叫人惦惦的时，当阮互家己有搁较侪空间，无遵照你的旨意的时，怜悯阮。互阮听见别人的嚎叫、喊喊，互阮看见别人的需要，互阮成做耶稣的学生，有呼召，有军队，看见救恩。耶稣已经赐过我，阮知，总是阮只有头壳知。阮的手无互人知，阮的骹无互人知，阮的声嘛无互人知。主，恳求你怜悯，互我会当亲像耶稣的学生，伫耶稣死过活以后，真正出去传，一直到世间的落尾。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粒咱三个来念回应的圣诗，圣诗507首，圣诗507首。耶稣双手慈悲，耶稣双手慈悲，行好帮助人，祝福所有细囝医治咱苦患，洗清亚先双骹救跋倒的人，耶稣双手慈悲，行好帮助人。咱起日三个来念。下面奉献，咱请吉南执事甲秋妹执事来出献。咱
恁我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下礼拜是圣餐主日，咱请兄姐伫万新教主同节岛来领受恩典。第二，11月初一到初二，中会举办牧师的甲传道书在职训练，然后即次要联络牧师，咱甲牧师的主题吼。第二项，10月17，咱中教会有几代志吼。第一项就是今仔日，咱做礼拜煞了后，咱要做伙来整理教会7年的教谱甲附相片吼，即个历史档案。哦，歹势，我变着后礼拜，歹势。来，第二11月21，教门节礼拜要开见证礼拜的方式来进行。第三，11月27，是了团契，咱要布置圣诞节的会堂，吼。第四，12月19，圣诞赞美礼拜。12月25，拜六，圣诞的爱宴，咱要举办一号一菜。爱宴了后，要进行教会历史的影片的回顾。咱要邀请兄姐参与家庭献诗这个活动。第四项，教会有定迄个2022年的月历，要赠送互大家会友，咱下日交代遐吼。那咱愿做祝福，咱的2022年合家平安，诸恩满溢。第五项，拜五查经祈祷会，咱迄个阅读的进度吼，咱是查考经言，伫多种的分享甲祈祷，咱请兄姐后时间咱做伙来建造性命，邀请需要祈祷的朋友，大家做伙来参加。第六项，全国疫情，咱已经有渐渐咧解放吼，室内人数拢已经有开放无限人数甲迄个棉花草的聚会吼。由咱请兄姐，大家共同遵守防疫安全的相关的规定，来彼此守护。来，咱再来看个别主会活动的部分。主日礼拜上午10点，主日圣歌队练唱上午8点45。拜四有姊妹查经分享，上午10点。拜五查经祈祷会，下晡7点半。是了，传说是无定期的聚会。读经的中节的部分，姊妹查经分享会11月7日是要研读的，是《路加福音》第1章。祈祷会11月5，咱要读的是《箴言》第2章。圣工事奉的部分，今仔日交代是谢同学甲尤兰兄，操的是蒋老师，清扫是谢宝姐。下礼拜讲道，林牧师主会济南执事苏群谢文老师，领唱是牛长乐，主献是秋妹执事甲我本人，交代是贤忠兄、文龙兄，插花牛长乐，清扫是燕庆姐。顶礼拜人数甲迄个奉献有出入的部分，咱甲请会计较出力来订正。来，咱来看周报后壁面，本周的金句的部分，我来用台语和日本读一摆，咱大家用台语和日本读2摆，华语版读一摆。这个困苦的人求救，耶和华听见，救伊脱离伊一切的患难。诗篇34篇第6节，来，咱做伙来读。这个困苦的人求救，耶和华听见，救伊脱离伊一切的患难。诗篇34篇6节。这个困苦的人求救，耶和华听见，救伊脱离伊一切的患难。诗篇34篇6节。我痛苦的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诗篇34篇6节。
咱游玩这个吼，讲述来大家互相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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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时间，咱牧师补充甲进行代祷。补充一下，江长老今仔日上飞机，明仔载会到，所以这个过程来为着伊的平安来祈祷，嘛爱去防疫旅馆，要去隔离14天。接落来就是拜一到拜二无事无伫的，若是要敲电话、敲教会电话嘛是会接过来，嘛是会转接过来，所以无要紧吼。若是袂记你这个手机号码嘛无要紧，若是无介，毋是一定爱牧师出面的，会当先联络咱的11月中旬杨长老甲秋妹执事，好，咱进入公道的时间。主，感谢你，怜悯阮，互阮会当甲阮的需要交托伫你的面头前，嘛来求讨。感谢你，伫你的旨意内面，互阮有救恩，互阮对黑暗的中间看见光明。互阮每一日的生活掠条咧，跟缀你，
互阮每一个祈祷，伫你的面头前，照你的旨意，互阮知影，你已经听。阮伫你的面头前，甲阮的兄弟姊妹同心来求祷、来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咱三甲来吟圣诗395首，圣诗395首来领受上帝的祝福甲祈恳。唱煞了后，咱请牧师祝祷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引带，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保护，担得西清，请今日三甲来吟。愿怜悯人的上帝，用圣神甲恁的同在做恩典，伫耶稣基督内面引带恁每一日的生活，来得到伊救恩的冠冕，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一个列岛聚会。